后来即届这个地震，台湾各地拢感觉到咧摇，部分地区传出着灾情。有关这个灾情的状况，咱要请记者蔡慧君，甲咱做一个综合的报道。慧君。 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就在今天下午1点01分发生瑞士规模6.1的地震哦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有感，因为这摇晃的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大。而为大家整理到各地最大的震度是花莲有7级，南投、宜兰、台中、台北跟新北也有5级。好，交通受到影响的部分，台铁的这个花莲到北埔之间一度是封锁抢修，不过目前是恢复了正常行驶。另外是基捷、北捷、台湾高铁，目前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车了。好，不过呢，在苏花公路崇德路段有传出山崩的意外，因此提醒您，如果行经相关的地方呢，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。好，不过在这个房屋倾斜的部分，台北市的长安东路2段呢，一度就有倾斜的部分哦。而目前呢，这个人员都已经全数的疏散，而且这个土木技师是到现场来看哦。好，不过呢，提醒您啊，因为气象局也说了，这2天不排除还会有余震的发生，因此提醒您这2天如果到山区，一定要特别留意。先把时间交还棚内主播。